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5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香港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得胜利，民主派都当选议员也到理工大学附近，呼吁警方爱护示威者出来。立法院民进党团公布反渗透法草文，不过国民党团这期甲中国间谍亚康中国时间点相过拄好。高雄燕巢居民反对三明区的地图下迁去燕巢，在今仔日也起到市议会抗议。新闻一开始，咱来继续关心香港的情势。香港区议会选举有294万香港人出来投票，也互看作反送中的另外一种公投。选举结果也在今仔日出来了。民主派甲其他无党派的人是赢甲真十层，伫452个席处摕到393个，赢过建制派的59席。民主党也成做区议会的第一大党。民众拍扑啊欢喜甲大声喝休，换民主派支持者欢欢喜喜来迎接胜利。香港2时举办区议会投票，这是反送中运动发生5个月以来，民众第一届用选票来表态，投票率超过70%，是历史新高。25个结果出来呀，换民主派甲其他无党派的人数，伫452个席处当中摕到393席，毋但超过一半，更远远超过建制派的59席，投票率嘛比建制派加超过10%。其中选战一直真紧张的香港民调调解人任祖杰用3283票，赢过对手吴有限的2443票。而呢一場嘅運動裏邊勝出嘅係因為呢一個運動嘅大氣候，令到呢一次嘅投票變成一個全民嘅公投，所以今次係香港人嘅勝利，而唔係我嘅勝利。任祖杰表示，選舉結果反映出民意，要求香港政府回應5大訴求，而且愛香港警察解除封鎖理工大學。但是民主黨變做新一屆區議會的第一大黨，而且希望講特首林鄭月娥落台，進行香港政府甲警隊的定組。另外一方面，親中的民建聯煞去用兵迫啊，這屆選舉輸甲下下，敢若21個人當選，失去大黨的地位。黨主席李慧瓊先前講是重大失敗，具體向支持者回釋咧，嘛按算時機要來負政治責任，向中委會拒絕。民建聯今次喺選舉裏邊呢，係受到重大嘅挫敗，我已經向中委會提出請辭，中委會呢係並不同意呢係我嘅請辭。香港區議會選舉去外界當作是香港反送中示威一屆上重要的公投，選舉結果嘛看得出民意動向。這屆區議會選舉有294萬的選民投票，投票率達71.2%，比頂一屆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投票率是提懸24%，投票的人數加碼150萬人，嘛是最近5屆區議會選舉以來上懸的。雖講敢若是地方選舉，不過根據香港基本法，特首選委會1200席當中，有117席是民選區的議員互相選出來的，意思就是講，泛民主派已經確定摕到117席，有機會來影響2022的特首選舉。記者綜合報道。針對到香港區議會的選舉結果，特首林鄭月娥在今仔日發表聲明講，尊重選舉的結果，政府會斟酌聽，宣布來回應到反送中的5大訴求。另外，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也閣講，無論發生什麼代誌，香港攏是中國的一部分，甚至中國的官方媒體針對到香港選舉結果，都無講到半句。禮拜日的香港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贏。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發聲明表示，特區政府尊重選舉的結果，伊嘛注意到民間對結果有真濟分析甲解讀，有真濟指出，這個結果反映市民對社會即賣狀況還有侵佔問題的不滿。特區政府一定會檢討來聽市民的意見，認真反思。不過針對泛民主派反送中5大訴求，林鄭月娥並無回應。人在日本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閣一解講，無論是發生什麼代誌，香港攏是中國的一部分。不管香港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搞亂香港，甚至要損害香港的穩定和繁榮的企圖，都是不可能得逞。另外一方面，中國官方媒體對香港選舉結果攏無報道，《人民日報》25個頭版完全看袂到香港選舉的報道。環球時報社評是指出，香港選舉無可能衝擊到一國兩制，泛民主派得到更較濟席處，並無代表香港選民支持暴力示威。若是新華報嘛，閣一解強調講，止暴制亂是香港目前上要緊的任務。記者綜合報道。接下來，咱鏡頭看更到咱台灣。總統蔡英文在今仔日去參訪台積電的台南晶圓18廠，特別感謝台積電甲滾留佇台灣培養專業的人才。
另外，看到香港区议会选举，讲这回是民主派选赢。蔡总统表示讲，真欢喜看到香港人站出来发表意见，也呼吁香港政府爱重视选举的结果。副手赖清德也强调讲，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因的立场就亲像香港建制派同款。对TSMC 也就是台积电这个名字，我们感到是非常的骄傲的。总统蔡文25日去台积电台南政园18场参观，地主是特别感谢台积电群留台湾培养专业人才。台南也加做新兴半导体产业基地，将对香港区议会选举泛民派提到优势实处。蔡总统呼吁港府重视选举结果。我们也乐见，就是说这个香港的人民愿意走出来表达他们的意见，然后参与一个民主的过程。那我们也希望这次的选举的结果被尊重。建制派呢，可以说一败涂地，民心向背非常清楚。如果以国民党不分区候选人名单来看，说他们的立场跟香港的建制派一样其实一点都不过分。民进党中央成立后国保大造选团目标放伫西关绿地选区，罗清德呼吁香港局势，讲到国民党不分区名单立场甲建制派同款，伫后国保大大目标下坚定台湾主权，后明年2020大选，亲像香港同款民主团队胜选。总统府也发声明，指香港选举民意自产展现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的绝对意志。传闻也佫回应强调案件，强调已经启动调查定数。所谓的间谍案其实它所牵涉的不只是台湾，还牵涉到其他的国家了那么更显得这个案子我们要来严肃审慎的面对了所以我们已经启动我们的调查程序了那也会跟其他的国家来进行合作。蔡总统强调，伫调查结果也无清楚进前，不应该以中国讲话单方面下定论。针对牵涉总统大选的敏感议题，蔡总统避免争议性发言，真小心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香港区议会选举，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也认为讲，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互香港有对口，找到会当共同讨论对策的对象。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也讲，选举就是反映民意。呼吁北京政府爱面对香港的现况，不过自认家己真老实又阁真公道的郭文哲，透早说互区议告，理由是为着违反选罢法，故意要互人选袂掉。2020的选战愈来愈近，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下晡提出伊未来的施政方向，要甲政治中心迁到中台湾，经济中心伫台北，南部要发展成未来长期较好的所在。对香港反送中造成区议会选举民主派赢过建制派的结果，自认是帮助台湾为维权走向民主的宋楚瑜认为，香港选举的结果是一个真好的机会。这么好的一个契机让香港能够有一个对口，然后呢找到了对象，来共同讨论出来一个对策，才是做对的事情。宋楚瑜希望这届会当选出备受信任的对象，甲香港政府来对话，代替伫街仔路对抗。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认为，香港选举反映民意，呼吁北京政府爱实在面对香港的状况，解决问题。郭文哲自认伫两岸行中央路线，但是进前甲拄啊选区域改立新党不分区第一，看起来亲像是共产党提名的人选的言论，互区域认为伊违反选罢法，想要互人无当选，去地检署按铃提告。自己被人家抹黑抹红，于是就反过头去对无辜者进行抹黑抹红。这样的行为让我对柯文哲大大的失望。你一下子在国民党，一下子在新党，可以同时影响国民党跟新党的幕后老板这个猜也猜得到这个所以有时候我只是讲出大家的想法嘛，我只是比较白目就讲出来这样而已。面对中国干涉王立强的案件，郭文哲讲，中国对台湾一定有动作，但是民进党逐天拢画出来无路用，重点是规个国家的保防体系爱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国政团队在今仔日公布讲，对出4到6岁囡仔国家来替恁饲的政策，今年6万块的补助会当领到6岁。张善政也批评蔡英文是抄韩国瑜的政策。行政院下晡也召开说明会，拍算伫4年内摇囝的津贴会改做逐个月补助5000块，会当补助到6岁。针对着张善政的情况，林万益也讲，韩国瑜的竞选团队拢无甲功课做个头。我们讲说哈，那政策自己发想的能力是0分，但是抄袭人家的政策，然后赶快撒币，这是100分。咱救星乐团韩国瑜国政顾问团队副手张善政25报告具体的年会6月国家市的政策，一开始就先批评蔡英文抄人的。韩国瑜团队画出幼儿666政策，头一梯生育补助3万，第二梯补助6万，另外养育费逐个月5000，算咧每年6万块一路补助到6岁。前教育部长吴清基嘛画出，国民义务教育会向下延伸，为5岁开始，3岁4岁免学费，公设3岁以下幼儿教育中心以及提悬私立幼儿园导师费2000。520以后出生的小 baby，看他是第1胎或是第2胎以后，分别有3万跟6万的补助。我们不要用屏东的那个蚊子防长线的高铁，我们用570亿搭建人才高铁。面对韩电影伫生育政策顶面出招，行政院嘛提出政府的幼儿政策，搭配蔡总统进前画出幼儿津贴阁增加来缓解。会增加到6000，那这些6000明年1月1号开始，我们原则上会中央买单，最好在第2胎就加，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在第2个子女开始就加额1000。行政院表示，按算未来4档内新的幼儿补助会对即马逐个月2500增加到逐个月5000，会一直补助到6岁。第2个囡仔加发1000。针对韩电影批评超人的政策，林万益强调，2017年年底行政院就开始规划小组督化对策，继续扩大办理，资料拢公开伫网络。反对党的批评张善政时空错地，功课做不好。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讲家己是中国间谍的查甫人，日前逃亡到澳洲，找找政治庇护，也讲伊是中国党政情报机构，目前涉入去台湾政治社会去改传，爱互蔡英文无法度连任。澳洲地交新闻台甲这个查甫人访问的时阵，也甲伊号一个假名，号做王立强。也因为目前这个案件事关重大，澳洲政府也出手要调查。我们对台的工作呢 Taiwa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of ours. The infiltration into media, temples, 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渗透工作。专访这查甫人是澳洲地交新闻台上前期的节目60分钟。主持人提问讲，中国渗透台湾各界目的，是不是就是将总统蔡英文诱落来，和北京较假的候选人当选？伊直接回答讲无毋对。这名伫专访中化名王立强的查甫人，佮标出佮较侪内幕，指中国想要互澳洲华裔商人调普代表墨尔本选区参加今年5月国会大选。拍算提供100万澳币，相当2070多万的新台票资金，本身就是执政党自由党党员的调普，并无答应中国方面的要求，反倒倒来将这件代志向澳洲安全情报局寄发。无偌久，也就是今年3月，调普被人发现死伫旅馆的房间内。澳洲政府呼吁唔通先下结论，静待情报甲执法单位调查，也佮强调这敌对外国势力渗透，互政府感觉非常不安。Under our government, the resources have never been stronger, the laws have never been tougher, and the government has never been more determined to keep Australians free and safe from foreign interference. 澳洲媒体报道指出，伫专访进前，中国政府就提出大量所谓证据，说明这叫做王立强查甫人伫2016年就被上海法院判决诈欺罪成立。按过60分钟，制作单位表示，王立强这名字只是这人专访用的假名，伊的真实身份从来无伫澳洲公开过。中国为什么伫2019年11月，雄雄出现所谓王立强被判诈欺的法院文件，互人是无傻傻？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中国间谍案，唔拿澳洲政府要调查中国的间谍以外，台湾的检调单位也开始出手咯。因为这名中国籍的查甫男，捌指控讲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创新投资是伫咧帮助中国伫香港、台湾建立最高情报机构。调查局也伫中国创新主席向心甲替任董事蒋清伫桃园机场准备要离境的时阵，甲因两个人带回来，要求因爱配合调查。这是咱提供予您上新的情报。接下来，咱的政府也就是在今仔日透早，立法院民进党团举行记者会，公布反渗透法案草案条文，内面写到任何人袂当接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者是资金的赞助来捐政治现金。无就是影响选举的罢免甲公道行为，违规者上悬会当关5年。民进党团也呼吁调也爱支持，不过国民党团率来质疑讲，中国间谍王立强去澳洲找找政治庇护这个事件时间点有影是真敏感。立法院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亲身召开记者会，公布反渗透法草案条文，主要是因为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敢有，想要影响台湾的选举，才会提出草案，补足国安5法的不足，呼吁调也做为支持。针对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干预，然后来最主要是确保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当然，最主要是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民主宪政的秩序，这就是这样一个原则。草案明定任何人袂当接受渗透台湾指示、委托也是资助、捐赠政治现金，或者是影响选举罢免公道行为，违反者相关的当处5档有期徒刑。但是顶礼拜六才标出中国间谍王立强去澳洲找找政治庇护事件，8一反渗透法草案的公布，时机真敏感，引发国民党团的质疑。很多的事情其实不是有个时间点，好就这样子这么敏感的时间点来推这样子的法，其实会被全民所唾弃啊！好，反渗透法和所谓这个周末有关于这个澳洲这个问题啊，完全是脱钩的，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增加这个11条，增加这个自首条款的话，我相信这个是大家能够接受的。民进党团强调，草案已经报告证据，而且无采登记制，是为着避免更加侪争议。不过，亲民党团总调李鸿钧是认为，修法应该爱更加定真。中国大陆介入，那就要处罚他。那美国介入嘞，修法的内容，修法就必须要有它的完整性嘛。我们不要担心，就是说今天提出来，到底修法来及来不及了哈？因为各位知道说届期不连续嘛，哈。对民进党团提出的反渗透法，时代力量表示支持，希望国亲两党莫反对。这个反渗透法草案按算伫拜四召开公听会，拜5送2套，要拼伫这个会期完成3套。记者综合报道。对着我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在今仔日国道1号往北的南口路段，下晡1点外，一台桃园客运出来熊导火，随即甲车停在边仔，好佳在拢无人来受伤。这台桃园客运的车停伫高速公路边，大火一时拍袂花，好佳在消防人员随赶到位。一开始是运将司机发现讲有故障，随停车停伫路边，叫车顶的旅客赶紧落车。虽然讲无人来受伤，也因为火烧车情形，互高速公路塔几啊公里，导火原因搁爱调查。伫高雄有上百个宴造居民，无希望百平公司甲专门抬一寡精细仔的屠宰场刷到宴造，在今仔日透早去到市议会တင်前，有民众讲三明区无爱刷屏互宴造，也烦恼讲这个猪屠场会污染环境。市政府也回应讲，三明区的猪屠场一定爱迁，地点会请农会办公听会，做好环评，得到支持才会来办。宴造区这片占地5.7公顷、境湾往来的大塘土地，未来有可能是高雄百品市场和屠宰场的预定地，所引起当地不满。燕巢反对设立屠宰场。燕巢反对设立屠宰场。趁议会市政总质询，25才去上百个人去抗议，民众烦恼污染环境，拒绝接受。交通，环境当然会啊。我们那块地，我们的地区水恩区那边盖住宅区啊。那别人的地方都住宅，他们不要了，我们为什么要？
当地人代嘛出面声援，李长控诉地方进前拢唔知影，一直到11月初才听讲屠宰场要迁来里内面，因为附近几若百户人一定会影响居住品质。居民签上10份联署书表达心情，市府回应高雄肉品公司由高雄农会经营，但是不管肉品公司迁徙去倒位，市府会要求依照规定进行。如果要迁移到什么地方，高雄区农会在处理啊，我们市府不会介入。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不管迁到什么地方呢，哈，那个地方一定要做公听、做环评，取得地方的民意的支持。高雄肉品运销公司因为交通和污水的问题，被评估无适合国经营。这是当市府议定迁徙计划3届拢互人反对，这届拍算去演奏，阁当着反弹。虽然市府强调会伫咧得到支持才迁徙，但是有高雄肉品运销公司4%股权的市府，未来会退股不再参与经营。到时阵敢会当阁影响这件迁徙案，恐惊也唔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议会旧的议政大楼用4档了后，在今年11月开始拆除。南投县政府表示，目前已经上网公告招商，希望未来有大卖场加电影院的空间规划。不过，有学者建议讲，要甲台中的人客做区别，生理才做会久长。怪手甲重机具将门面规个拆掉，南投县议会旧议政大楼正咧进行拆除作业。这地点要转型成做南投市区的复合式商场甲电影城，民众非常期待。还有加一个选择嘛，对吧？要不看电影慢慢再找去台中，就在南投就可以了，比较，但是又怕它没有声音会倒掉。南投县的旧议政大楼，2014年3月议会搬走了后，就一直无咧用。拆除建筑后，未来会以 BOT 方式委外经营。而小泰集团已经甲县府签意愿书，按算投资10亿规划商场电影城大楼。南投县政府也已经完成变更，启动上网络公告招标。目前有小泰在内3间企业表达意愿。那都是复合式隐藏的业者哈，所以我们在12月16号截止这个收件之后呢，那我们会依照促参的程序来召开评审的相关作业。南投县政府表示，除了应带动周边乡镇发展，增加夜间消费力，土地也应活化，按算大致每年3到4亿的商机，增加1000个工作机会，也计划结合中型新村直接甲特产地区的观光线。专家建议，必须要甲都会区的客栈区分，也不可能做到说很高级，然后让台中往那边跑，主要还是应该以吸纳这个南投的旅客，好，而且应该是说他们又没有要特地跑台中，好，那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好，就是比现在好，可是又不会超越目前台中这样的情形。专家表示，乐见南投观光组织划水，按过避免消费站停塔，建议注重地区性甲在地特色规划，锁定当地需求甲消费力，将永远经营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这2年伫铁尖山开5000多班，整理路营区甲公园。不过，也有议员讲，铁尖山的山边一直在崩塌，可能有安全的问题。林务局也表示讲，已经开3300万要做山壁的工程，上紧在年底就会来完工。拄空翕的影片会当看到铁尖山北边也是继续在崩，90几公尺深的山壁边仔就是台中市的雕塑公园。这款的影像，互人看甲心惊惊。有市议员烦恼讲，若是搁拄到强降雨，可能会去威胁到游客安全。2年多来，已经崩塌了10几公尺，人行道一再的内缩，我们觉得这个对游客非常危险。议员表示，2年前，台中市政府伫咧铁尖山修炼线投资5000多万来起录影区甲雕塑公园，啊，不过因为铁尖山继续在崩，雕塑公园影响步道的航马区，啊，个附近的公共便所拢用安全理由关起来。希望讲市政府甲林务局沟通，来起更较有效的护山工程。对这个代志，林务局当时林管处表示，已经采用更轻来处理，会当对抗土石崩落来冲击力。钢框的基础都有打混凝土，都不会让它有水渗下去。那钢框本身质地坚硬，可以抵挡这个坡面的不稳定的这些土石的冲刷。林务局强调讲，这项工程从104年开始分4期来实施，总预算3300万，到今年年底已经是要完工的阶段。经过今年5月份到9月份风台大水后的考验，看得出边坡防治确实有效果。
而且这样讲法利用当地牛卵石，会当加速排水，增加生物的栖地，会当落实水土保持，还有鞭炮防灾。记者综合报道。苗栗的后人伫23透早有民众发现讲，有一只海猪啊跨山死伫海埔啊。海巡署通报中华鲸豚协会，经过确认了后，认定讲伊是要强要断种的海猪啊乌鹅。虽然伊的身躯外表无明显的外伤，不过死去原因搁要调查。沙坡顶出现一只海猪，海巡人员会同专家去现场了解。这只靠大的海猪体型差不多2公尺，身躯又搁浮又搁肿，初步研判已经死一段时间。鲸豚协会人员去现场判断，是真罕见的乌鹅啊。通报已死亡鲸豚于后龙镇海宝沟岸际沙滩，海巡署外埔安检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确认查看。23早起10点外，有民众通报，伫苗栗后人的海宝到海埔有海猪啊靠搭，海巡署安检所通报中华鲸豚协会，确定是得要绝种的乌鹅啊。专家初步研判无外伤，胃内底嘛有食食，是一只成年的海猪。苗栗后人的海宝到海埔，这个月初一嘛发现有一只石龟死亡，月中阁发现另外一只石龟，日日阁发现这只保育类的乌鹅啊，靠大的地点差无50公尺。鲸豚协会初步排除甲海上风机有关系。风机它的所在地方水深大概在23到30之间，那江豚生活的水域其实是更远一点。江豚来说，这个地方既不是它的栖地，它也不会经常在这儿出现。鲸豚协会表示，因为活动的海域深度无同，当地嘛不是海猪，也是石龟的栖地，有可能是因为季节在转换，也是气候的因素造成的。虽然秋冬在变换的时阵常常看到，但是死因阁要进一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互真。美国海豹部队的军人犯着战争法的争议，愈闹是愈大。美国国防部长马埃斯珀二时宣布讲，伊要开除海军部长 Richard Spencer， 原因是 Spencer 伫私底下直接对白宫提议，表示讲对伊这款的做法失去了信心。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二时宣布开除海军部长史宾塞。根据了解，原因是史宾塞无先甲讲，到私底下甲白宫提议，只要白宫莫干有海军对海豹部队的军人加拉格处理的情事，伊会保证加拉格会当以海豹队员的身份退伍。加拉格被指控犯下各项罪名，包括2017年驻守伊拉克的时阵，杀害一名15岁伊斯兰国的战犯，佮含战犯的尸体翕相，向非武装兵民开枪。但是今年7月，法庭甲他判伊降级和没收海豹徽章处分。听加拉格的美国总统川普在1月15进一步开放伊的军阶，抓引起海军的不满，宣布最近召开军纪检讨会，才决是毋是要将加拉格赶出海豹部队。川普知影了后真无欢喜，推文强调海军绝对袂当将加拉格的徽章背掉。Can you confirm or do you want to comment on this story that you were threatening to resign from your post?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I'm still here. I did not threaten to resign. 艾斯培表示，史宾塞立场不定，对伊失去信心，所以爱伊辞职。但是川普有无共款的讲法，推文讲史宾塞无好好处理预算超支的问题，才互人撕掉。佮表示会提名美国驻挪威大使布雷斯韦特接任海军部长。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是美国现代史上头一位赦免战争罪罪犯的总统，伊毋但赦免2名伫阿富汗战争犯下战争罪的军人，如果阻挡加拉格被降职，会对美国社会造成真深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天主教的教宗彭济各在今仔日拜访日本，头先伫东京和福岛火灾的灾民来见面，伊也呼吁讲爱思考核能的使用以及未来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天主教教宗彭济各25号透早先到东京出席一场311地动了后，避难到东京的福岛核灾灾民的聚会。Hagamos un rato de silencio y que nuestra primera palabra sea rezar por las más de 18,000 personas que perdieron la vida, por sus familiares y por los que aún están desaparecidos. 各地当海啸甲福岛核灾合作山顶灾害彭济各原本按算要去福岛灾区拜访，却因为时间无够，无法度实现。这个到日本了后，伊看到灾民长期受难，认为有义务爱等3天，呼吁民众爱思考对核能的外扩，甲未来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
El primer paso, creo yo, además de tomar decisiones valientes e importantes sobre el uso de los recursos naturales y en particular sobre las futuras fuentes de energía, es trabajar y caminar hacia una cultura capaz de combatir la indiferencia. 了方志哥到宏基建议日本天皇德仁，这嘛是德仁甲方志哥头一摆见面。方志哥一到位就受到德仁热情的欢迎。两个人伫宏基的塔克诺马针对这届访问甲环保水资源的问题会谈差不多20分钟。暗时方志哥卖去东京巨蛋举行大规模的弥撒，卖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记者陈世东报道。 全球资讯网的发明人 Berners-Lee 宣布要推出一套全球资讯网契约计划，希望会当挡掂各国政府甲企业乱使用网络经营。目前这项计划也得到150个组织加支持啊。 全球资讯网 WWW 的发明人英国电脑科学家博内兹利最近发表全球资讯网契约计划，希望照着建立一套网络使用权利义务规范，阻止错误信息伫网络散布，以及企业甲政府不当监控。This is in a way the first time we've had a rule book in which responsibility has been shared. 博内兹利伫1989年发明全球资讯网，30年来大大改变世界得到资讯的方法。伊为去年制定所谓全球资讯网契约，虽然无法律约束效力，不过谷歌甲并且顶超过150个组织已经表态支持这项计划。科技企业收集数据的商业模式以及无透明的演算法，常常遭到外界批评。不过博内兹利认为，企业甲政府参加同款重要。Having them in the room is really important. Yes, they do have an effect. 这几年网络对选举结果有真大影响。博内兹利表示，伊个人无支持社群平台依照无同款的受众量身坑政治工具。You're not trying to get people to find the best vacations. You're trying to manipulate them into voting in people that are actually not in their best interest, for example. 面对部分国家，亲像中国甲伊朗，限制网络使用，佮加强网络审查，伊建议应对用财政压力，提悬因开放意愿，互国内网络资讯更加自由流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反送中的抗争，一定要5个月过路。对着香港民众来讲，区议会的选举结果是民主派得到上大胜利，总算会当喘一口气啊！在今仔日中昼，伫中环阁有快闪示威，有一位卡瓦中国议员经过，说互示威者来甲包围，落尾警察赶紧来甲护送，才无发生冲突。在今仔日下晡4点，民主派拄选调议员拢到理工大学附近，呼吁警方随来撤离，爱互示威者出来，也派5位议员入到校园内面了解情形。落尾警方也是落软，表示讲会互校园内面的人和平离开，敢若登记袂甲因随掠起来。今仔伫香港的中环哦，有人发起伫选举了第1场的快闪活动哦，伊要来声援讲，即嘛目前搁伫香港理工大学内底的示威者，现场气氛是搁较轻松哦，有人搁摕香槟来请大家啉，因为今年的选举哦，民主派得到真大的胜利，也毋过对这个民众来讲哦，伊嘛毋知未来安那，伊希望政府会当善意来回应因的5大诉求。Make you happy? Of course, of course. 人权法通过以后，这是第一个小胜利，然后这次的选举就是第2个小胜利。但是我们的5大诉求一样也要坚持，一样还没有一个诉求是达到的。你知道中共他不守信用的啊，他们什么都做得出了。还有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孩子了。伫中环快闪的过程中，亲中的新民党主席陈保安局长也老宿伊经过，互示威者包围呛声。防暴警察出动，一度甲伊护送上车。下晡4点，打当选的民主派议员做伙伫理大附近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警方撤离理大，甲个留伫理大的示威者放出。释放里边在 Polytechnic 里边的学生，这个政府要知道自己做错，他应该5大诉求
缺一不可。5个代表正确，看看警方会怎么处理我们还有想给一个压力政府，我们是跟他们一起的。但主计顶5名代表进入理台行园了解状况，警方嘛放出诚意，会安排谈判专家进入理台，和理台代表的人士和平离开，指定期未马上抓人。警方嘛已经部署大量的警力，严加戒备中。公司记者陈淑君、张玉水香港采访报道。香港区议会的选举结果，民主派是赢真济，也成做区议会的第一大党。民主党的主席吴志伟表示讲，民意未输大海场，呼吁香港政府要重视5大诉求。香港的学者也分析讲，区议会选举结果表示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可能北京政府对特首选举的控制也会受到这回影响。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泛民派是赢甲真水开，其中民主派杀99位候选人，91个人当选，比顶一届41个人加1倍，变作区议会第一大党。民主党主席吴志伟召开记者会表示，选举结果是反送中运动了的民意海中，希望讲政府要回应5大诉求，唔通甲呢地区加做无看。通过这个选举是很清楚知道民众是如何看今天的混乱的源头是在哪，就是在临政政府。但是如果他还是不应对，还是不闻不问的话，只会产生另外一个效果，就是说合理非是真的没用。这届选举嘛会当看作世代战争，真侪青年甲政治素人投入去选择。23岁鲍嘉玲甲邱武欣是区议会上少年的候选人，头一届参选就拍败选区内底连任的议员，改变地方的生态。因为以往做的不够好，可是他们又掌握了很多资源，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受到反送中运动的影响，香港民众对选举的热度增加。挑战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失利的刘国雄，认为讲一个海中不一定会当甲所有本色拼走，啊，不过这就是要甲大家讲香港人的选择。其实就是民意的一个表达吧，就是那个我看应该可以这样说，是一个变相的公投吧。香港学者分析，英国区议员大家拢是注重地方的服务，啊，不过即届伫地方真久的建制派大败，看得出选民更较重视对反送中运动的表态，嘛表态对政府的不满，所以来对立法会选举甲特首选举带来影响。民众对他们过去来说，过去半年一直来说都是盲称这个特区政府有很大的不满意。明年就是立法会选举以至2年后的这个特首选举，民主派的声音都会影响力都会变大，不能完全控制这个选举委员会的大多数，这个事实上对他下一阶段部署谁来接班，应该有一个蛮大的影响。香港区议会的选举结果，泛民派大胜，也将对接下来的特首选举委员会造成冲击。只是目前香港特区政府是否会对严格的止暴制乱政策做出改变，或是接受5大诉求，都是接下来示威活动能否平息的重要关键。以上是公视记者韩英彭耀祖在香港所带的采访报道。在咧总统大选以前，交通部推出高铁通到屏东、宜兰加桃园铁路地下化政策，所以引起交通学者的不满。特别是日前交通部长林佳龙讲，是少数人反对的讲法，说服市调审查委员的张胜雄伫面册发起联署，呼吁政府要尊重专业，加建立重大交通建设的公开审议机制，虽有800多人改赞成。标题写着呼吁建立重大交通建设公开审议机制，不满交通部强推轨道建设，失去审查委员的学者张胜雄伫面册发起联署，呼吁交通部尊重专业，立即立法规范建立合理公开政治决策加审议制度，一天内就收到800多份回复。一个交通建设，它可能是几百亿的一个建设，那我能够凭一个决策者认为说，哦，这个是福国利民的事情，所以他必须要广纳大家的一个意见，很多意见你不要把它纳进来，所以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咨询的。
张胜雄捌做过总统蔡文第一摆竞选总统时的交通小组召集人，强调毋是反对精简铁路建设，而是认为钱毋当黑白开，应该审慎评估。以桃园铁路地下化为例，开清隙，协助大铁路线容量上过百营收下降，佮突然桃园这份延伸市定是错误政策，不少交通学者也站出来支持。最近推出来的几个，真的从我们的经验来看，那些效益通通是有问题的啦。既然设委员会，我是觉得就要尊重委员会的审议结果。在学界有非常多老师其实是希望说有一个公开评审的、公开的审查的这个方式的啊，然后可以这个其实也是让纳税人知道这个大家这个钱是怎么样分配、怎么样用的。这份人数到下晡2点收到840份回复，217名轨道运输工作人员，163非政府部门人员响应，运输学系有48名大学教授。绝大部分都是以共识决通过。那所有的决议内容都是经过在场所有的委员主旨都有确认过。部分的学者本身也没有参与开会，不了解决议的内容，就说交通部违反程序。交通部表示，张胜雄过去伫审查会提供真侪专业意见，尊重依法起联署，也批评部分学者无了解会议过程，强调交通部所有会议拢会当经过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市民环海有真澎湃海洋资源，不过咱现有的海洋研究船拢是23年的20-30年的老船，也真欠缺真新型的设备。科技部也决定讲要投入12亿，自去年正月开始，由台船公司来做3只新型的海洋研究船，也在这个月2-5正式交船咯。经过2月建造测试，由科技部投资的国家海洋研究船新海研2号、3号正式交船。整个吨位的提升，可以让我们科学研究团队它跨领域上传的机会跟合作机会也大很多。大气的环境所造成对我们气候变迁的这个影响的部分，所以这几块应该都是可以利用这个海洋研究船。船是越小越难造，最新的这种状态，譬如说加了这个海上的这种保持平衡的这个陀螺仪啦，学界所需要的那些高阶的研究声纳设备什么，全部把它安装进去了。目前台湾的海研1甲3號服役20-30年已經真久，也欠缺先進設備，而且總統位確實風險過大的時陣無法度出海，所以有部分季節的資料無夠完整。就在2018年1月，科技部投資16億，交由台船重新打造。28交船新海研2號、3號總統位提升，攏是811棟，長45公尺，寬11.2公尺。儀器當中，都鋪了老破機用電切看無的底樓，大因素甲多因素探測機，攏比目前的研究船裝備較新、較準確，也有專家 DP 動態定位系統、水下定位系統等新的設備，這攏用加做海洋研究的重要助力。擁有5部可以船隨時開了的聲納設備，水深的變化，甚至那個海床的地貌、水下定位的導航系統。因為我們有時候會放一些無人的載具或者是 ROV 下去，那他就可以跟他互通，告訴他說你現在的位置在哪裡。新海研2號、3號分別由海洋大學甲中山大學負責管理。2號研究範圍主要規劃是台中以北到日本海峽，按算每年農曆春節過後開始執行任務。3號是台中以南海峽為主。另外一隻1000棟的新海研1號會交由台大管理，目前也在基隆港當中，按算明年初驗收完工。記者綜合報道。接落來這條要來關心到咱民眾的身體健康。人講到頭頸癌，頭頸就是在這個所在。在咱台灣男性接發生的癌症是排第第4，包括到喙、嚨喉這個位置着癌，逐年攏要死滅2900多人。國家衛生研究院上新的研究發現講，台灣有一半以上的人欠缺一種代謝酒精的基因，也會增加到頭頸癌的風險。可能和台灣人習慣拼酒、啉酒愛啉好大，背地唔通飼金魚的文化有關係。
岁末年终，未少人赶场食买鸡，总是免不了会啉烧酒。国家卫生研究院上新的研究发现，若是人体先天有基因的缺陷，佮再加上逐礼拜有啉烧酒的习惯，建摆啉烧酒的量，像讲比如350cc、红酒150cc、高酒45cc 的人，会增加头壳和颔管着癌的风险。那乙醛呢，它会造成 DNA 的破坏。那我们都知道 DNA 要是被破坏呢，可能就会导致癌变。国卫院研究团队表示，啉烧酒所产生的乙醛是一级致癌物，当酒精入人体了后，会先由乙醇去青酶 ADH 代谢做乙醛，再由乙醛去青酶 ALDH 代谢做醋酸。一旦 ALDH2 基因产生变异或者是缺损，除了会互人啉烧酒了后较会面红、心肝头、皮肤彩，嘛会互乙醛累积伫体内增加着癌的风险，尤其会咽癌的风险会增加19倍，上界明显。一般喝酒习惯都是以大口喝酒，或者是直接吞就灌到喉咙去比较多，就是说习惯上比较少说含在嘴巴里面很久的时间，所以通常你铺路的时间，当然在口腔里面铺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但是直接到喉咙下咽铺出来，大概比较多。另外研究嘛发现，除了颔管和头壳的癌之外，啉烧酒嘛增加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鳞癌的风险，因为有将近半数的个人体内欠缺乙醛去青酶功能。研究团队希望透过这项研究成果，呼吁个人较莫啉烧酒，为家己的健康把关。记者综合报道。药啊有一种成分叫做类固醇，是接用伫咧对抗发炎的药品。不过，这类的目药水就要真注意咯。有一个查某囡仔使用眼科医生开予伊的类固醇目药水，这2年外却拢无登去予医生检查，落尾出来失明。有医生也提醒讲，这款目药水用2礼拜就要登去检查一摆，千万唔通急皮皮。伫眼科内底，囡仔人点药水追踪视力，还佫有人因为目睭过敏来看诊。有当阵医生会看你的镜头来开这种号做美国仙丹，也就是类固醇的目药水。这款的药水会当治疗过敏、结膜炎等等的镜头，毋过要使用时阵爱真细致，因为囡仔佮重度近视的民众，若是长期使用，会致使眼压伤过悬，可能有后遗症。像讲一个9岁查某囡仔，就因为2年来长期使用类固醇的目药水，却无追踪眼压，落尾倒眼失明。儿童还有高度近视的患者，还是有青光眼的病史的病人，他在使用这个类固醇的眼药水的时候呢，眼压也比较容易会上升，对我们这个眼球的这个视神经产生一些压迫。那久了之后呢，就变成视神经就受伤。医生讲，囡仔人本身眼压就较会悬，点类固醇的目药水就要特别小心。虽讲开药的时阵会主动提醒，毋过家长嘛要注意，使用这款的目药水的时间上长，唔通超过2礼拜。若是讲镜头要是无改善，建议赶紧回诊，予医生检测。类固醇有的有，对，就是怕小孩子点了会影响他的眼睛啊。成分我会看啊，对啊。真侪家长拢讲会特别注意药品的成分，嘛会尽量要求唔通开这种类固醇的目药水。毋过医师认为，唔通因为惊讲出代志就不爱点，若是会当照建议的一天一改，或者是使用的日期唔通超过2礼拜就会使。若是像过敏性的目睭疾病，嘛会当考虑其他药仔来代替，或者是雾病来减轻无爽快的镜头。记者综合报道。南回铁路顶头有一个红叫做上水的火车头，多良车站。本地伫车站边啊，太麻里乡公所有规划大头的专区，不过最近也甲因山割走，而且佫揪起封锁线，规个风景拢去用破坏去啊。不过乡公所也表示讲会赶紧来整修，安装伫咧后个月15就会当恢复啊。火车通过多良车头，经过列车，佮加上超级水的海景，互伫遮等待游客拢相真翕相。南回铁路多良站伫咧10年前废站，毋过煞变做观光景点。即马是游客上爱翕相登卡的风景区，毋过有游客发现，伫车头门口沿路行到观景平台，原本设的等下区，即马店头拢刷走，而且佮有封锁线，而且变甲真垃圾，互上水的车头变歹啊。其实还蛮遗憾的啦，不过这样也好，因为这样拍照比较没有人。这样看出是很漂亮，可是因为这边在维修，可能就比较可惜。管理大区的太麻里乡公所表示，多良车头变做观光景点了后，乡公所伫咧边仔公有地规划做大区，毋过使用真侪年，建筑物会漏水，外观的铁架嘛生鏽。这个月用30多万要来进行整修，后个月15完工了后，就会恢复做原本的模样。我们只要把这个部分去改善，那台湾区他们进驻的话，因为设施有改善了，他们也会更愿意去做一些装潢啊、布置啊。
有游客认为，其实施工期间嘛会当兼顾外观，会当用彩绘围篱来代替封锁线，降低甲4颗围啊美丽经济无协调的感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50年前，台湾的甘草，也就是草树仔的产业当咧兴，也因为台中大家的甘草产量大、品质好，互叫做是甘草的故乡。伫台中的大家也有一位真够编甘草的郑满足老师，伊甲一项手艺传予上百位的学生，希望这项技术会当继续流传落去。甲笑草一条一条高干来来回回编出一面，笑草伫咧郑满足老师的手中，袂输咧跳舞共款，一下仔就变做是时行的帽仔、幼路的茶仔，就连平常时食会到的土豆、路边看会到的营养，拢是伊创作的题材。我那个龙眼是在我们隔壁机车行，它有种1棵，然后我就从那边经过，这个龙眼也可以做哦。台中大家的笑草名声是淌四海，因为永春才是笑草的重要产地，所以也有人叫伊大家草。伊真润，也阁真有春秋，拍打了后，阁有特别的清芳，唔乃使吸湿气、除草，阁会使散热，唔惊拍。用愈久，笑草的质感是愈好。因为这个令草是阮大家3宝之一，所以我就认真学咧哦，来教别人，一直传承下去。永摆伫迄个家庭大工拼经济的年代，真侪妇女拢靠编笑草斗趁钱。郑满足老师即阵已经收超过100个学生，伊要继续甲这项国宝级的传统技艺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若去大卖场买物件，对一般人来讲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不过对着实地的时代来讲是真困难的挑战。中华永安医生馆和基金会做伙合作，也带实地的时代去踅大卖场，唔但互因感觉趣味，也做伙甲因复健。爸啊、妈厝赶菜篮，佮塞一只车，按照清单的指示，斟酌地姜饼、控泉水、汤啊、米种物件。这时代因为得到实地的镜头，真久无去到店头高官，当有通踅大卖场，大家拢欢头喜面。他很高兴，说很久没有来逛了，嘿。有欢喜不？有高兴哦。很高兴。高兴哦，怎么高兴？有想要买什么吗？今天你要买什么？你要买什么？买好吃的东西。这是中华永安医生馆甲大卖场合作办的活动，邀请41个会生平均册有78岁的长辈踅大卖场。时代就照指令，伫时间内底甲物件拣好势，摕去结束，才算完成任务。希望可安尼活动，互长辈叮当头壳，甲生活的自信找到回来。最主要都是能够出来，不要在家里，能够出来。能够跟这个社会互动，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这样就能够延缓一个失能失智。有那个什么步标，如果说长辈忘了带这个载具的时候，你步标一扫下来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可以去看到我们的失智长辈他的现在在哪里。活动唔但互老大人有通出来行行咧，振动身躯，加上嘛会当伫现场申请一款号做守护 BB 扣的机台，机台有架 QR code， 若剩长辈行唔知路，时势会当靠守护 BB 扣知影时代的兴风，顾全老大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台湾有一个专门写历史的网站，用活泼的故事，互人看了感觉真真实。为什么因想要安尼做呢？咱也做伙来看。杜宏文本科就是读历史，因为介意写作，一开始伫网络分享文章，想袂到竟然引起热烈的讨论。我迄阵完全无想创业，还是拢要趁钱，还是安怎？就是想讲一个兴趣安尼，还是差不多做1年外，就想讲其实嘛真忝，想讲要怎么样永续经营下去。开始想讲嘛是要想一款办法来讲那要有一些专门的人来做这个事情。开始找合作的对象，邀请大家做伙来写文章。现在网络的社群经理和玉红，所起初甲杜宏文有接触，是因为伫网络分享少人知影的知识。迄当阵写的人知识差不多嘛，真侪是甲历史有关系，但是嘛有真侪是甲台湾历史有关系的人知识啊，所以
嘛真侪人感觉真趣味，所以甲故事又讲嘟嘟号有相关，所以就这样子到这里面来写冷知识。大家为着共同的目标努力，用轻松的方式讲故事给大家听。平台所推出的内容，唔但补充台湾各世代无读过历史，嘛互历史充满趣味。记者杨淑成、林凤明采访报道。早暗温度差真大，恁的叶仔就爱摕出来抹，明仔载气象，咱也做伙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17度到23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5度到23度，也阁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传你来到墨西哥看因的街头乐团游行，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仔同一时间咱再会。